你買過最貴嘅嘢係咩？一部新 iPhone、一對波鞋、一架跑車，定係上個月一時衝動落單，收到貨之後即刻後悔嗰樣嘢？好，唔理你買過幾貴嘅嘢，我今日要講俾你聽嘅係2019年有個人喺拍賣行用咗3190萬美金，係美金唔係港幣，買咗一隻錶，唔係一層樓，唔係一架車，係一隻錶戴喺手上面嗰種。而呢隻錶嘅故事係由一個窮到窿俾人追殺緊要四圍走嘅波蘭難民開始㗎。呢位仁兄逃難去瑞士嗰陣，身上除咗幾隻執返嚟嘅舊錶之外，基本上係乜都冇，冇錢，唔識人，唔識講當地語言，連間房都租唔起。但係就係呢個人創立咗一個品牌，令到原本3000蚊美金嘅錶50年後升值到5萬，仲要係你有錢都未必排到隊買嗰種。仲有一樣嘢要講清楚先，你以為你儲咗幾十年錢，終於買到一隻 Patek Philippe， 你就係佢嘅主人。佢哋官方親口話唔係嘅。Patek Philippe 嘅金句係：你從來唔係真正擁有一隻 Patek Philippe， 你只不過係幫下一代暫時保管。即係話你捱10年買到隻錶，其實係幫你個仔保管嘅啫。你係管家，唔係主人。但係就算係咁，全世界最有錢嗰班人仍然搶住要保管。而背後嘅故事比隻錶本身更加精彩。Antoni Norbert Patek 1812年喺華沙公國盧布林附近一條叫 Piaski Slečecky 嘅小村莊出世，出身顯赫家族，爸爸係 Joachim Patek。佢10歲嗰時隨父母搬去華沙，但係爸爸喺1828年就走咗。嗰年佢16歲。佢16歲嗰時，你知佢做咩？去咗參軍，唔係 camping， 唔係 outdoor 活動，係真係拎住槍同俄羅斯軍隊打仗嗰種參軍。佢加入咗波蘭騎兵團，參與反抗俄羅斯統治嘅11月起義。打仗期間仲俾人打傷咗2次，一次你可以話運滯，2次你真係要問下自己係咪企錯位。但係 Antoni 唔單止冇死，仲越打越勇，最後俾波蘭政府頒咗個 Virtuti Militari， 即係波蘭最高軍事勳章，話佢係國家英雄。可惜英雄都有行衰運嘅一日，起義失敗，俄羅斯贏咗， Antoni 同一班戰友由英雄即刻變成通緝犯，繼續留喺波蘭等於等死。所以1832年佢唯有走，第一站去咗法國，以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點知住咗冇幾耐，法國政府喺俄羅斯大使館壓力下出咗道新命令，要求所有波蘭前起義軍即刻離境。即係話俄羅斯人趕佢一次，法國政府再趕多佢一次。如果係我，早就崩潰喊定啦。但係 Antoni 唔係我，佢冇喊冇崩潰，佢收拾行李，變賣咗身邊幾乎所有嘢，淨係留低咗幾隻喺法國買嘅舊錶，然後出發去瑞士。去到瑞士日內瓦之後， Patek 一開始係靠賣酒同埋賣紅酒為生，同時咧去上畫畫課，係跟一個叫 Alexandre Calami 嘅著名瑞士畫家學。一個波蘭難民喺瑞士賣酒學畫畫，落難落到咁風花雪月，聽落真係幾荒謬。但係 Patek 呢個人有樣嘢好犀利，就係識得交朋結友。佢喺日內瓦認識咗當地一個好有錢嘅 Moreau 家族。呢個家族覺得佢有品味有才華，開始介紹佢認識瑞士各路有錢人。Patek 就係咁慢慢打入上流社會，仲喺度識到咗自己老婆，一個叫 Elizabeth 嘅富家女，由難民變成有錢佬嘅女婿。呢條友真係唔簡單。所以有時候人生嘅彎路其實係另一條捷徑，只係你當時唔知嘅咋。就係喺日內瓦 Antoni 遇上咗另一個波蘭難民 Francois Chapek， 一個捷克裔嘅波蘭整錶師傅。兩個異鄉人，相同嘅背景，好啱傾，啱嘴型，然後決定合夥做生意。1839年5月1號 Patek Chapek 正式成立，一個波蘭難民加一個波蘭整錶師傅，就係咁喺瑞士白手起家。你話呢個打過仗、受過傷、俾人趕過2次、賣過酒，然後喺語言不通嘅地方創業，係難民。我話佢係一座準備爆發嘅火山，只係仲未遇到令佢真正爆發嗰個人。5年之後，1844年巴黎法國國家工業博覽會，成個場館逼滿咗全歐洲最叻嘅工程師、發明家同設計師，個個都帶住自己嘅絕世發明嚟，希望一鳴驚人改變世界。Antoni Patek 都喺度，但係佢嚟唔係純粹參觀，
係因為佢同 Chapek 嗰段合夥關係已經開始出現裂縫，兩個人越做越唔啱傾，成日為咗發展方向嗌交，所以 Anthony 心入邊其實係喺度揾新拍檔嘅。就係喺呢個博覽會 ，Anthony 行下，望到一個法國人企喺攤位前面，個法國人叫 Jean-Adrien Philippe，1815年出世，嗰年29歲，自細對機械入迷，係一個真正嘅標痴。但係令 Anthony 停低腳步嘅唔係個人，係佢攤位上面嗰隻錶。嗰隻錶睇落平平無奇，但係裏邊藏住一個秘密，一個令成個鐘錶界震驚嘅秘密。你知唔知喺1844年之前，全世界所有陀錶上鏈都需要用一條獨立鎖匙㗎？係，就好似你屋企門鎖咁，要上鏈就要揾把鎖匙插入去扭幾圈。如果你唔見咗把鎖匙，恭喜你，你隻錶死咗。你唔知時間，你唔知而家幾點，你返工遲到，你老細鬧你。你約會遲到，你女朋友鬧你，全部都係因為你唔見咗粒芝麻咁細嘅鎖匙。你知唔知全世界有幾多有錢佬每日帶住隻名貴陀錶，然後仲要多帶一條細細粒嘅鎖匙，成日擔心唔見咗條芝麻咁細粒嘅鎖匙？但係 Adrien Philippe 話唔使擔心啦，佢發明咗免鎖匙上鏈機制，只需要錶側一個細細嘅錶冠，撥兩撥，轉兩轉，上好鏈，調好時間，完成，冇鎖匙，冇麻煩。呢個發明喺博覽會上攞咗個銅牌，係銅牌唔係金牌，但係冇所謂，因為 Anthony Patek 望到呢樣嘢嗰一刻，眼珠已經發晒光，腦入邊淨係諗住一句說話，就係佢啦。1年之後，1845年，Anthony 正式終止咗同 Chapek 嘅合夥關係。然後邀請 Philippe 加入擔任技術總監，兩個人，一個負責藝術同市場，一個負責技術同工程，一個識賣，一個識做，就好似炒飯要有蛋，打邊爐要有沙茶醬咁，缺一不可。Patek 眼光獨到，Philippe 天才橫溢，兩個人加埋一齊，化學反應之強，連佢哋自己都估唔到。然後去到1851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全世界最大嘅展覽，當時最先進嘅科技同設計，全部聚喺一齊。Patek 同 Philippe 帶住佢哋嘅最新作品出場，一隻免鎖匙上鏈嘅精美陀錶，珐琅表面，玫瑰切割鑽石，靚到你唔捨得放低。而喺場內有一位非常非常特別嘅客人，維多利亞女王。佢喺博覽會上面睇到 Philippe 嘅免鎖匙上鏈陀錶，即刻被迷住。唔係買一隻，係買兩隻，一隻自己用，一隻俾老公 Albert 英女王親自幫你做廣告。呢個宣傳效果，你用幾多錢都買唔到。消息傳出去之後，全歐洲嘅有錢佬即刻排隊落單。百達翡麗就係咁一炮而紅。就係呢一年，品牌正式定名為 Patek Philippe and Company， 一個波蘭難民加一個法國標誌，再加一個英國女王幫手撐場。就係咁一個傳奇品牌正式誕生。英女王買咗隻錶之後 ，Patek Philippe 嘅名聲就好似火箭咁竄升，全歐洲嘅有錢佬都開始知道，原來瑞士日內瓦有間錶廠做錶做到連事頭婆都買，咁我都要去睇下。但係 Patek 同 Philippe 唔係嗰種出咗名之後就開始食老本收錢嘅人，佢哋反而越做越癲，越做越複雜，立志要將隻錶做到去一個普通人想象唔到嘅境界。由1845年開始 ，Patek Philippe 申請咗超過100項專利，100項唔係10項，係百幾項。永久日曆、計時碼錶、陀飛輪、月相顯示，每一樣發明都係鐘錶界嘅重大突破。永久日曆係咩概念呢？即係隻錶會自動知道今個月有幾多日，2月係28日定29日，佢自己計，唔使你喐手，連閏年都計埋。1889年嗰陣冇電腦冇人工智能，啲人係靠純粹嘅機械齒輪做到呢樣嘢，你話叻唔叻？但係如果你以為永久日曆已經係極限，咁你真係太低估呢班標痴癲佬啦。有一個叫 Henry Graves 嘅美國銀行家喺20世紀初同另一個有錢佬鬥緊咩？鬥緊邊個隻錶功能多？係嗰時啲花旗有錢佬嘅世界就係咁無聊，唔係鬥車鬥樓，係鬥錶有幾多功能。Henry Graves 就落咗單俾 Patek Philippe， 話要整一隻全世界功能最多嘅錶。Patek Philippe 話冇問題，然後用咗3年計劃，5年製作，整咗一隻有24項複雜功能嘅陀錶出嚟，叫做 Henry Graves Super Complication。24項功能
包括布時、萬年曆、星圖，連亨利格雷夫斯屋企窗口望出去嘅紐約夜空星象都刻咗入去。呢隻錶後來喺拍賣會賣咗2400萬美金，而成隻錶嘅零件數目係900個，900個細到你眼蒙嘅零件，全部用手工砌埋一齊。與此同時 Patek Philippe 開始向全球擴張，而其中最傳奇嘅一段關係係佢哋同巴西代理商 Gondolo and Laborio 嘅合作。呢段合作關係維持咗將近半個世紀，而 Gondolo 喺巴西做嘢做得實在太勁，勁到一個點。喺巴西 Patek 呢個字直接變成咗手錶嘅代名詞，即係話你去巴西買隻錶，唔理係咩牌子，你都會話去買隻 Patek。就好似香港人叫所有涼茶都係24味，叫所有即食麵都係公仔麵咁，一個品牌成為咗一個品類嘅代名詞。呢個係幾乎所有品牌夢寐以求，但係極少人做到嘅成就。而 Patek Philippe 喺巴西做到咗。當然，帝國越建越大，但係創辦人嘅時間係有限㗎。Anthony Patek 喺1877年以65歲離世，佢個仔呢人唔想接手公司，索性用公司股份換咗每年1萬法郎養老金，即係話創辦人條血脈就咁退出咗歷史舞台。而另一個創辦人 Adrian Philippe 撐多咗10幾年。喺1892年離世之前，已經將位置交咗俾佢細仔 Joseph Emile Philippe， 之後再傳落去孫仔 Adrian Philippe， 兩代人用盡一生心血建立嘅帝國就咁交到第二代手上。而第二代能唔能夠守住呢個江山，仲要面對一場令全世界經濟崩潰嘅風暴。下一段就係呢個品牌差啲消失喺歷史入邊嘅故事。1929年美國華爾街，你知唔知呢一年發生咗咩事？股市崩盤，唔係跌咗幾個百分點嗰種跌，係跌到幾乎歸零嗰種崩盤。成千上萬嘅美國人一覺瞓醒，發現自己畢生積蓄蒸發咗，銀行倒閉，公司執笠，街上到處都係失業嘅人。呢場災難唔係淨係打殘美國，係打殘咗成個世界，史稱大蕭條，而且一燒就燒咗12年。你話 Patek Philippe 點？人哋賣錶㗎，淨係賣俾有錢佬。但係有錢佬啱啱輸清光，仲有邊個買錶？ Patek Philippe 嘅處境一落千丈，客人唔買錶，訂單大幅萎縮，仲有好多客人之前落咗訂，但係突然話冇錢，公司收入跌到谷底。到咗1932年，情況已經差到冇得再差。公司管理層知道，如果唔做啲嘢，呢個品牌就真係會消失喺歷史入邊。創辦人用幾十年心血建立嘅帝國，差啲就咁玩完。你話唏噓唔唏噓？就喺呢個最黑暗嘅時刻，出現咗兩個救星 Charles 同 Jean Stern 兄弟。但係你唔好以為呢兩兄弟係路過嘅善心人，佢哋其實係 Patek Philippe 多年嘅標盤供應商，做緊一間叫 Catherine Stern Freres 嘅公司，專門幫 Patek Philippe 做標盤，係長期合作伙伴嚟嘅。兩兄弟望住 Patek Philippe 搖搖欲墜，心入邊一方面係真係想保住瑞士鐘錶業嘅傳統，另一方面係精明嘅生意人都睇得出呢個品牌根基係好嘅，只係暫時撞正寒冬，只要捱過去就會重生。所以1932年 Stern 兄弟出手率先入股，然後到1933年已經完全收購咗成間公司。收購完成之後， Stern 兄弟冇即刻自己跳出嚟話事，反而請咗一個專業嘅製錶師 Jean Pfeffer 嚟做行政總裁，由識做嘅人去做。然後喺同一年Patek Philippe 推出咗 Reference 96，一隻簡潔優雅嘅圓形腕錶，係 Calatrava 系列嘅始祖。呢隻錶推出之後反應唔錯，係品牌重新企返起身嘅第一步，就好似一個人病完之後食到第一碗粥，知道自己終於捱過咗嗰種感覺。之後幾十年 Stern 家族一代一代咁將 Patek Philippe 帶大。Charles Stern 佢個仔 Henry Stern 再到個孫仔 Philip Stern， 三代人用心經營，將呢個品牌由瀕死邊緣推上全球頂級鐘錶嘅位置。而家到第四代 Thierry Stern 仍然係公司主席，仍然係私人持有，從來冇上市，從來冇賣俾任何大集團。你睇下依家成個奢侈品行業 LV、Gucci、Cartier 全部都係大集團旗下嘅品牌，但係 Patek Philippe 就唔同。90幾年嚟一直係 Stern 家族自己持有，有人出個天文數字想收購，佢哋照樣話唔賣，因為佢哋知道一旦賣咗個品牌嘅靈魂就冇咗啦。而呢種執着
正正係 Patek Philippe 之所以係 Patek Philippe 嘅原因。捱過咗大蕭條，Stern 家族以為最壞嘅時刻已經過去，點知仲有一場更大嘅風暴等緊佢哋。1970年代，日本人整出咗一樣嘢叫做石英錶。石英錶係咩嚟㗎？石英錶唔使機械發條，用電磁驅動，比機械錶更準確。最重要係成本平到你唔信，原本要幾千蚊、幾萬蚊先買到一隻靚錶，而家幾十蚊買隻日本石英錶，又準過你隻貴錶。你話普通消費者會點揀？梗係買平嗰隻啦，係人都係咁諗。結果1970年代嘅瑞士鐘錶業就係咁，被日本石英錶殺到片甲不留，成個行業裁員、執笠、倒閉。當年僱用咗幾十萬人嘅瑞士鐘錶業，喺短短幾年之內蒸發咗差唔多一半員工。呢場災難有個好聽嘅名，叫做石英危機。但係對於當時嘅瑞士錶廠嚟講，根本唔係危機，係屠殺。Patek Philippe 當然都唔能夠獨善其身，銷量插水，前景一片黑暗，成間公司都唔知路在何方。就係喺呢個最混亂嘅時刻，1977年 Philip Stern 接任咗 CEO。呢位 Philip Stern 係第三代 Stern 家族成員，細個喺美國住過，對科技同現代管理都有認識。但係同時又係喺日內瓦製錶世家長大，對傳統手工藝有深厚感情。佢一上任就知道，如果想靠平、靚、正嘅策略同日本人鬥，係死路一條，因為你根本鬥唔過人哋。日本人做嘢平過你太多，所以佢反其道而行，唔同人鬥平，而係將 Patek Philippe 做到更貴、更靚、更複雜、更無可取代，令你根本唔會攞隻日本石英錶同 Patek Philippe 相提並論。就好似你唔會攞住個麥當勞漢堡話要同米芝蓮3星餐廳比較咁。Philip Stern 仲講過一句令我印象好深刻嘅說話：所有機器做得比人手更好嘅嘢，我哋俾機器做；但凡人手做得比機器更好嘅嘢，我哋就絕對唔會放棄人手去盲目追求機械化。即係話佢唔係嗰種，我哋一定要全部人手做先係正宗嘅古老石山。佢係識得靈活變通，應該用機器就用機器，但係靈魂同精髓嘅部分永遠係人手。呢種思維令 Patek Philippe 喺石英危機入邊唔單止冇死，仲開始脫胎換骨。但係講到石英危機，有一樣嘢係不得不提嘅，就係 Nautilus。1976年，即係石英危機最水深火熱嘅時候， Patek Philippe 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睇唔明嘅決定。佢哋推出咗一隻賣得好貴嘅精鋼運動錶。當時所有人都話佢哋癲咗，你而家銷量咁差，唔諗住點救亡，仲出隻咁貴嘅錶。但係 Patek Philippe 就係咁做咗啦，因為佢哋請咗一個叫 Gerald Genta 嘅天才設計師，而呢個 Gerald Genta 係咩人呢？佢就係之前設計咗 Audemars Piguet Royal Oak 嗰個人，係全世界最勁嘅鐘錶設計師之一。Gerald Genta 設計 Nautilus 嘅靈感係嚟自郵輪上面嘅舷窗，嗰隻錶嘅八角形錶殼、橫紋錶盤、整合式鋼帶，每一個細節都係革命性嘅設計。最誇張係呢隻錶推出嗰時售價係$3500，係當時一隻同級金錶價錢嘅2倍。即係話你用買金錶嘅錢買到一隻鋼錶，正常人會覺得係搶緊你錢，但係 Patek Philippe 就係咁定價，因為佢哋知道 Nautilus 嘅價值唔係嚟自個殼係金定係鋼，係嚟自設計同工藝。而家隻 Nautilus 5711喺二手市場賣幾錢？50萬港幣起跳，最熱門版本炒到過百萬。比原價升值咗幾十倍，仲要係一錶難求，有錢都買唔到。石英危機差啲殺死 Patek Philippe， 但係 Nautilus 嘅誕生反而令佢哋浴火重生，成為歷史上最具代表性嘅運動錶之一。如果你以為買錶係去錶行俾錢就算，咁你真係唔了解 Patek Philippe 嘅世界。佢哋有啲錶你有錢都未必買得到，仲有啲錶買咗之後放喺拍賣行，升值幅度顛到你唔信。我而家逐隻講俾你聽，先講 Calatrava。1932年，即係 Stern 兄弟啱啱收購咗 Patek Philippe 嗰年，佢哋做嘅第一件事唔係慶祝，係即刻推出咗一隻新錶，叫 Calatrava 96，由英國製錶師 David Penny 設計，靈感係嚟自德國包豪斯藝術運動，設計簡潔優雅，圓形錶殼，乾淨錶面，冇多餘裝飾。呢隻錶推出嘅目的係幫公司捱過大蕭條，以簡潔優雅嘅設計吸引客人，結果呢隻 Calatrava 96一賣就賣咗超過40年，
係 Patek Philippe 史上生產時間最長嘅錶款之一，而 Calatrava 系列到而家仍然係品牌嘅旗艦系列。仲有一樣嘢好多人唔知 ，Calatrava 十字架係 Patek Philippe 嘅品牌標誌，由1887年開始用到而家，超過130年冇變過。跟住講 World Time 世界時間系列，1939年推出，第一隻型號係1415。世界時間功能係咩概念？即係一隻錶同時顯示全球24個時區嘅時間，唔使換算，唔使用腦計，一眼就睇到而家倫敦係幾點，紐約係幾點，香港係幾點。呢個功能係瑞士製錶師 Louis Cartier 喺1931年發明嘅，好多錶廠都想用，但係 Patek Philippe 係第一間同 Cartier 合作，第一間量產世界時間手錶嘅品牌。而家 World Time 系列嘅古董款式喺拍賣市場上面係天價，1415同埋2523兩款喺全球拍賣史上最貴嘅錶入邊，竟然佔咗6個位置。最高成交價係2002年喺日內瓦拍賣嘅400萬美金。然後係最多人講嘅 Nautilus。1976年石英危機最水深火熱嗰時 ，Patek Philippe 決定推出一隻高端精鋼運動錶，第一隻型號係3700，由設計過 Audemars Piguet Royal Oak 嘅天才設計師 Girold Genta 操刀。八角形錶殼靈感嚟自郵輪扇窗，橫紋錶盤整合式鋼帶，每一個細節都係革命性嘅。推出嘅目的係希望重新吸引人哋對高端瑞士機械錶嘅興趣，結果做到咗，仲做過咗頭。2006年為咗慶祝 Nautilus 30週年，推出咗5711同5712，成為全世界最受追捧嘅錶款之一。2021年嘅12月11號，一隻 Nautilus 5711 Tiffany 藍色錶盤喺 Philips 紐約拍賣行創下全世界網上拍賣手錶最高成交價，賣咗650萬美金，即係差唔多5000萬港幣。一隻鋼錶5000萬港幣。講完 Nautilus， 要講永久日曆計時碼錶系列。1941年 Patek Philippe 推出全世界第一隻量產永久日曆計時碼錶1518，由1941年生產到1954年，總共只係做咗281隻，大部分係黃金錶殼，大約55隻係玫瑰金，最珍貴係只有4隻係精鋼錶殼。呢4隻精鋼版本1518係全世界最珍貴嘅古董手錶之一。2016年，其中一隻喺 Philips 日內瓦拍賣行賣咗1114萬美金，打破當時嘅世界紀錄。但係故事未完，2025年11月8號，另一隻精鋼1518編號508473，被認為係有史以嚟第一隻製造出嚟嘅精鋼1518。喺 Philips 日內瓦拍賣行賣咗1780萬美金，即係1億3950萬港幣，再次打破紀錄，成為史上最貴 Patek Philippe 古董手錶。同一款錶，同一個拍賣行，9年之內升值咗差唔多60%，你都咪話唔恐怖？1518嘅繼承版本係2499，由1950年生產到1985年，35年入邊總共只係做咗349隻。平均每年9隻，分4個系列，有黃金、白金、玫瑰金，最罕有呢係只有2隻鉑金版本。2499而家喺全球最貴拍賣錶 Top 59入邊佔咗11個位置，至少18隻2499拍賣價超過150萬美金。其中一隻鉑金版本嘅主人係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2012年佢嘅2499喺拍賣行賣咗363萬美金。但係最傳奇嘅2499係另一隻，係披頭四 John Lennon 嘅嗰一隻，係 Yoko Ono 喺1980年送俾 Lennon 40歲生日嘅禮物，錶上面仲刻咗字。後來呢隻錶俾人偷咗，幾十年後喺拍賣行出現，買家係一個意大利人，但係瑞士法院裁定呢個意大利買家唔係合法擁有人，要將錶歸還俾 Yoko Ono。而家呢隻錶呢已經返到 Yoko Ono 手上。一隻錶牽涉到一場跨國法律官司，你話 Patek Philippe 嘅世界係咪比任何電視劇都要精彩？然後係 Sky Moon Tourbillon 陀飛輪系列，2001年推出第一隻型號5002，有2個錶面，12項複雜功能，包括陀飛輪、3問報時、星空圖、月相顯示。2013年推出第2代6002，同樣12項複雜功能，淨係錶面雕刻就用咗超過100個鐘頭，研發時間用咗7年。
呢個系列每年只係生產3至5隻，每隻售價超過120萬美金。仲要係如果你想買，你都要親自申請，由總裁 Thierry Stern 親自審批。2018年10月，一隻 Sky Moon Tourbillon 6002G 喺香港保利拍賣行賣咗270萬美金，係香港拍賣史上最貴嘅手錶之一。最後講2個週年紀念版本。1989年為咗慶祝品牌150週年，Patek Philippe 整咗 Calibre 89出嚟，33項複雜功能，1728個獨立零件，功能包括復活節日期顯示、日出時間、均時差、行星時間、2800粒星嘅星空圖，仲識得自動計閏年，連每100年要跳過嘅閏年都計埋。全世界只係做咗4隻，白金、黃金、玫瑰金、鈀金各一隻，每隻而家拍賣價都超過500萬美金。係全球最貴拍賣錶 Top 10嘅常客。2014年，為咗慶祝品牌175週年，推出 Grandmaster Chime 5175 20項複雜功能，係 Patek Philippe 有史以嚟最複雜嘅手錶。全世界只係做咗7隻，一隻永久放喺日內瓦博物館，另外6隻每隻賣260萬美金。2016年再推出繼承版本6300，同樣20項複雜功能，包括大字鳴、3問報時、鬧鐘，售價超過220萬美金，同樣需要申請，同樣需要總裁親自批准。2019年11月9號，一隻 Grandmaster Chime 6300 A010 喺 Christie's 日內瓦拍賣行賣咗3100萬美金，成為全世界有史以嚟最貴嘅手錶，打破所有紀錄。就係呢隻錶，就係片頭我講嘅嗰隻，3100萬美金，2億4300萬港元一隻錶。由 Calatrava 到 Grandmaster Chime， 每一款都係一個傳奇，每一款都係一段歷史，每一款背後都係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嘅工藝積累。呢個就係點解全世界最有錢嗰班人仍然願意排隊等，申請買用天價競投一隻 Patek Philippe， 因為佢哋買嘅唔係隻錶，係一件有生命嘅藝術品，係一個可以傳落去幾代人嘅故事。好，講到呢度啦，相信你心入邊一定有個問題忍咗好耐想問。點解 Patek Philippe 咁貴？係咪淨係靠個名？係咪淨係靠啲有錢佬互相吹捧呢？定係真係有啲嘢值得呢個價錢？我而家逐點講俾你聽，聽完你自己判斷。第一，產量少到你唔信。Rolex 每年生產差唔多100萬隻錶，100萬，但係 Patek Philippe 每年只係生產大概5萬隻，5萬隻即係 Rolex 嘅1/20。同一個市場，同一班有錢客人。但係你嘅貨只係人哋嘅5個百分點，物以稀為貴，呢個係最基本嘅道理。第二，每隻錶需要9個月到2年時間製作，唔係9個月到2年等運到，係9個月到2年認認真真用手工砌。如果你訂咗一隻複雜功能款式嘅錶，試想像一下，你今日去錶行落咗訂，同日帶老婆去睇醫生，醫生話你老婆有身紀，跟住你等啊等啊等，等到個仔出世，識爬識行，識叫爸爸，可能都仲未收到隻錶。而 Henry Grave Super Convocation 更加誇張，計劃3年，製作5年，即係8年。你8年前係做緊咩？又或者你可以咁想像，你今日去錶行落訂，同一日送個仔第一日返小學，等到你個仔小學畢業，6年過去啦，但係你隻錶仲未整好。第三， Patek Philippe 擁有超過100項專利，唔係買咗人哋嘅技術，係自己研發。自己申請專利，永久日曆、計時碼錶、陀飛輪，每一樣都係鐘錶界嘅里程碑。研發費用係天文數字，而呢啲成本最終當然係計喺隻錶嘅售價入面。第四，內外全部手工打磨，唔係得個錶面靚，係連你打開錶背，用放大鏡望入去嗰啲你平時根本睇唔到嘅齒輪同零件，都係逐粒逐粒人手拋光。佢哋嘅邏輯係，即使你睇唔到，但係做嘅人知道，而呢種對自己嘅要求係一種態度。你話係咪有少少變態？係，但係呢種變態令啲錶靚到出奇。第五，終身保修。Patek Philippe 承諾，任何一隻佢哋出產嘅錶，由開廠第一日到而家，佢哋都會幫你維修同保養，唔理隻錶係幾時買嘅。即係話你買到一隻100年前嘅古董 Patek Philippe 拎去維修，佢哋照做。你試下拎住部10年前嘅電話去原廠要求維修，人哋第一句就話唔好意思，
零件停產啦。第六，1886年無間斷傳承，1839年創立到而家，中間冇停過，冇執過粒，冇俾人收購之後改頭換面，冇話品牌賣咗之後換咗班人整個唔同嘅嘢出嚟。一間公司做同一件事做咗186年，你話呢種積累係咪有價值？第七，亦都係最實際嘅一點，保值升值能力強到嚇人。1970年代一隻 Nautilus 零售價$3000，而家二手市場$5萬起跳，升值超過10幾倍。所以有錢佬買 Patek Philippe 唔係純粹炫耀，係真係當投資嘅，係會升值嘅資產，仲係帶得出街嗰種。第八，身份象徵，客戶名單你睇下，英女王 Victoria、教皇 Pius 9世、丹麥國王 Christian 9世、達賴喇嘛、披頭四嘅 Paul McCartney 同 Ringo Starr、Brad Pitt、John Mayer， 仲有達賴喇嘛嗰隻係羅斯福 FDR 送俾佢嘅，即係美國總統送錶俾西藏精神領袖，送嘅係百達翡麗。你話呢個牌子嘅地位係喺邊個 level？ 所以你帶住隻百達翡麗出街，唔係你揀咗隻好錶，係你加入咗個 club， 一個由英女王、教皇同美國總統組成嘅 club， 入會費係10幾萬起。好，講完歷史，講完點解咁貴，依家講啲你同朋友食飯可以拎出嚟吹水嘅冷知識，保證講完之後成枱人都覺得你好有料。首先係點樣讀啱帕德菲納個名？法國人會讀 Patek Philip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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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會讀 Patek Philip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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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會讀 Patek Phili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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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k Philippe。多謝你嚟上我英文堂，我係你哋嘅體育老師。冷知識開始，第一，買錶要遞申請表，唔係講笑。帕德菲納係真係要你遞申請，證明你有足夠嘅社會地位同身份先有資格買。即係話你有錢都唔代表你買得到，佢哋要審查你呢個人夠唔夠班。試想像你有1000萬入去帕德菲納專門店，店員遞張表俾你，話先生填完之後，我哋會審查你嘅背景同埋身份，通過咗先至可以購買。好多人早就掉頭走，但係偏偏有一班人覺得能夠通過審核係一種榮耀，所以佢哋繼續遞表，繼續等買隻表，等到有一種考到哈佛嘅感覺。呢個 marketing 係天才。第二，最貴一隻賣咗3100萬美金。2019年11月，日內瓦拍賣會一隻叫 Grandmaster Chime 嘅帕德菲納表，成交價3100萬美金，換算港幣大概係2億4千萬。2億4千萬呢筆錢可以喺香港買10幾層樓，可以養一支足球隊，可以俾你食米芝蓮3星食幾百年。但係有人決定用嚟買一隻表，仲要係全場拍賣最高價。我唔係話佢錯，我係話我同佢活喺兩個唔同嘅世界。第三，世界上第一隻手錶係一個女人叫人做嘅。喺帕德菲納早期，有一位匈牙利女伯爵叫 Koskowitz， 佢走去揾 Patek， 話想要一隻可以戴喺手上面嘅錶。喺當時呢個要求係前所未有，因為當時所有錶都係駝錶，係放喺袋入邊，冇人諗過可以戴喺手度。呢位女伯爵就係咁一句說話，催生咗全世界第一隻手錶。所以如果冇呢位女士，而家可能人人褲袋都仲係放住一個大駝錶。女人改變世界由一隻錶開始。第四，撞色錶盤唔係次品，係限量珍藏。帕德菲納嘅錶盤顏色係用化學方法染色，但係因為濕度同溫度嘅關係，有時候同一批錶盤出嚟嘅顏色會略有不同。換咗其他牌子，早就當係廢品掟咗落垃圾桶。但係帕德菲納唔係。佢哋話顏色唔同，即係更加罕有，更加罕有，即係更加值錢。結果係啲撞色錶盤嘅錶反而成為收藏家爭住搶嘅對象，次品變珍藏，廢物利用做到呢個 level， 我心服口服。第五，三文布時有指定音量40至50分貝。帕德菲納有啲錶有一個功能叫三文布時，即係你撳個掣，
隻錶會用響聲報時，幾點幾分幾秒，叮叮當當咁響，但係幾大聲先啱呢？帕德菲納請咗聲學專家研究，最後得出結論係40至50分貝係最完美嘅音量，唔會太大聲嚇親人，唔會太細聲聽唔到。每一隻出廠嘅3問錶都要符合呢個標準先可以賣。順帶一提，最平嘅3問款式賣幾錢？36萬英鎊，即係差唔多300幾萬港紙，買隻錶俾你聽40分貝，抵唔抵？第6，冇官方 Facebook， 唔做明星代言。喺呢個年代，幾乎所有品牌都係狂做社交媒體，揾 KOL 揾明星代言，但係帕德菲納唔係，佢哋冇官方 Facebook， 唔俾明星免費拎錶帶住影相做宣傳，唔做電影植入廣告。佢哋嘅邏輯係真正識貨嘅人唔需要你提醒佢帕德菲納係好嘢，佢自然知。唔識嘅人你同佢講都冇用，所以根本唔需要做廣告。呢個係我見過最串嘅品牌態度。但係偏偏就係因為呢種串，令佢哋嘅形象更加高不可攀。你越唔理我，我就越想買。人類就係咁賤。好，我哋由頭到尾行一次。一個波蘭難民，打過仗，受過傷，俾人趕過2次，賣過酒，喺語言不通嘅地方白手興家，遇上一個法國標痴，英國女王親自撐過場，捱過大蕭條，捱過石英危機，然後建立咗一個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嘅品牌。你話呢個故事係咪比任何電影都要精彩？而且最厲害嘅係呢個唔係虛構嘅，係真實發生過嘅事。但係我覺得 Patek Philippe 最聰明嘅地方唔係隻錶做得幾靚，唔係功能有幾複雜，而係佢哋賣嘅根本唔係一隻錶，佢哋賣嘅係一種哲學，一種關於時間同傳承嘅哲學。你買一部 iPhone， 2-3年後過時；你買一架車，10幾年之後變廢鐵；你買一間屋，幾十年後要裝修翻新。但係你買一隻帕德菲納，佢唔會過時，唔會壞到冇得整，唔會跌價，仲會一代一代咁傳落去。每一代人戴住同一隻錶，感受住同一份情感，呢種傳承係任何嘢都代替唔到嘅。所以佢哋嗰句金句先咁有力量。你從來唔會真正擁有一隻帕德菲納，你只不過係幫下一代暫時保管。呢一句說話聽落好似係品牌自己吹自己，但你細心諗下，一隻錶可以傳3代4代，每一代人戴住同一隻錶去見最重要嘅人，出席最重要嘅場合，經歷最重要嘅時刻。呢隻錶上面承載咗幾代人嘅故事同埋記憶，你話佢值唔值錢？你話呢個世界上仲有幾多樣嘢可以傳3代4代，仲越傳越值錢？ Anthony Patek 當年由波蘭逃出嚟嗰時，身上得返幾隻舊錶，佢點都估唔到，就係呢份對鐘錶嘅執着，最終變成咗一個傳承超過186年，改變咗成個鐘錶世界嘅帝國。而家全世界最有錢嗰班人，願意等幾年，俾幾百萬，只係為咗保管一隻錶，然後有朝一日將呢隻錶交俾自己嘅下一代。呢個循環由1839年開始，從來冇停過。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係叫你去買，係真心想知你點諗。如果有一隻錶可以陪你行過人生最重要嘅時刻，然後傳俾你嘅仔女，再由佢哋傳落去，你願意為呢隻錶俾幾多錢？係10萬、100萬，定係你覺得根本唔值得？留言話我知，我好想知道你哋嘅答案。如果你覺得今集好睇，記得俾個 like， 唔係叫你俾2億4千萬，淨係一個 like 應該負擔得起。仲有 subscribe 埋個頻道，因為下一集我哋會繼續講更多奢侈品故事。我哋下次見，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想請我飲杯咖啡，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返啲電，繼續拍落去。